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收看客家新闻超支。争议无停嘅高屏台湖最近又成为话题，因为也为700公顷嘅人工湖开发计划，会影响到本人讲系六金嘅收沙头产业1/4的总测面积。台湾嘅收沙头像去年如218亿嘅外汇，今年还按算会超过22次按那个历史新高哦，是明日本清台嘅收沙头进口国。不过高屏台湖嘅案呢，先前台环保署做环境健康差异分析报告审查，开发期嘅农民都国讲，也高屏台湖系施工，天初会破坏到收沙头外销供应链，高屏地区嘅农业也会本人牺牲下。附近嘅民农离港居民也一定多年都非常反对，因为也会影响地下水嘅水脉，甚至呢会造成做太水哦。高屏人工湖计划弄争议嘅10年，还蛮有强势呢。来看我哋嘅分析报道。假设嘅毛头农，苏拿定位小日本嘅毛头产品，他们故上嘅抗议政府，我嚟业高屏台湖，为小灭贴毛头产业。以后真工哦，如果也去互伊挖落的时候，迄个产量也无够吼，可能会渐渐日本伊会渐渐去找第三国家，看是越南啦，还是泰国、大陆吼，这3个国家伊会同喺迄边订单放迄边放较济。毛头农会按销。最係因為台灣也下當年外銷日本嘅毛頭，大概18億嘅產出，總測嘅面積4股有1股作為啲高屏台湖1天地，大概700公頃嘅台糖嘅農地。新鮮毛豆直送加工廠，縮短產銷流程，拿回銷日冠軍。實地經營嚴重，蘇政府邀請落去廣告，宣傳毛頭產業轉型成功嘅農民，仲因為政府同毛頭六件嘅長期盡做政績，另一方面，殺啲消滅毛頭嘅轉期。當然是很不爽啊，對啊，因為我們投資這麼多，付出這麼多心血，然後你政府要挖，一句話叫我們搬走，我們是可以搬啊，因為土地根本也不是我們的，只是覺得很沮喪啊，一個產業。搞到現在有一個蠻不錯的成績，那你現在就摧毀一半了，哦，不要說一半，就四分之一不見。那我們台灣說要跟人家競爭，要拿什麼去跟人家競爭？面對毛頭農嘅反彈，政府跨部會協調過後，農政單位決定要聽數難愛前台糖嘅農地轉票本毛頭農。一個是在屏東的這個建工，那這邊有目前供給鳳梨農民種植的一個田地，是在明年租期會到，那台灣公司會優先把這個部分出租給毛豆的農民來種植毛豆。不過毛頭農認為，農政單位根本唔敵毛頭生長嘅環境，種毛頭唔單止要使2-3年來做難用嘅改良。雖然要拉以外，還較需要啲加工廠順合，爭做咧遲嘅賣出去。種黃梨嘅田，但是一道石頭環田根本唔適合毛頭嘅生長。迄擺啦，這個地方從所謂種毛豆的這個所在地算其實這個水源好啦，水源好，啊，閣來種的地質也好安尼，豆也唔驚互浸死安尼就對啦。啊，即擺你若講換佇別隻所在，伊攏石頭地你吼也要。耕作吼，也是要迄個要來安尼芳，就無在人啊芳安尼，迄就無在人啊冰土就可能種起來迄個產量品質攏會差。那我們種毛豆雖然也是屬於旱作的一種，但是我們也需要水，所以來這邊是開墾，等於說是開墾。那開墾的話就有很多地方要改進嘛，要修改。那慢慢摸索，大概5-6年，它才會有一些成績出來。不是說哦，你來土地有了種就會成功，因為氣候的因素，農業又不是說今天我換個地方種就一定 OK。毛頭農喺時代下表示，要先進嘅國家做經營嘅阿條，希望佢阿條做啲技術移民，
希望政府一样对待家调，高不将托几只专业的技术使出去。产业留不留得住是看政府。那我们到其他国家，我们一样可以生存。如果台湾没有这么好的条件，我们可以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去发展。早啲90年代，民农居民抗議來反對民農稅庫，政府背面提出嚟結用人工湖來做台灣嘅方案。雖然2001年通過嘅反片，但因為爭議太多嘅，預算當年就本立法院審貼，冇辦法開工。一直到800風災過後，水利署啲增穩南化烏山頭水庫處理，然後穩貼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度，重新提出嚟一個爭議已久嘅高屏台湖。也就是結用人工湖嘅開發計劃，本周3期要完成 ABCDE 5隻湖期嘅工程。高屏台湖計劃做話題高雄市旗山、美濃區同屏東縣李港鄉交接嘅國土10號，搭邊台3線省土嘅成效。不過，高屏台湖嘅計劃預算一同一個，沙蘇島地方持續嘅反彈。面對地方民眾嘅反彈，高屏台湖計劃一經修正，以下最新嘅計劃按算先完成第1期198公頃嘅2期，個天天嘅完成另外4期。我們當然是希望說未來開發這個3年之後，105年之後來開始進行 ABC 地區的開發。2期嘅水源一個月南化連同幹和透隔線北存下來水，唔那時節。高雄高屏巴了透水到人工湖度了蹲以來，它經過莫拉克之後啊，它淤積了5000多萬的這個庫容。那南化水庫未淤積之前，它其實蓄存的水量很多的部分就溢流而去了。那這些溢流而去，流到的南化水庫下游的水川流繞入海，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讓這個水的利用率來提高。不過，高屏台湖作為啲羅龍海、旗山海及嘅素材，係地下水易多嘅素材。早啲2007年，水利署委託平科台進行嘅第1期試驗池水文監測，就發現一片嘅地下水嘅水位當高，豐水期唔是透水，人工湖當結嘅就狀能咩？那如果說在豐水季的時候，它的水是會跑上來。那如果說你現在要去補助引水的話，那你現在灌注的水，其實它就會跟地下水會連接。那如果說在豐水季的時候，其實你也沒辦法灌，那枯水季你灌完了水，它其實會跟地下水就流掉了，它其實實際上是沒有可以蓄水的。因為按樣，一下高屏台湖第1期嘅計劃，一決定到2期嘅人工湖做呢無透水嘅工程，來減少人工湖流順河地下水嘅流通。經過我們在湖區的周邊去做儲水設施的話，我們看到在影響地下水位1米以上的這個範圍裡面，大量的在做減少。今年的1月開始，南水區看看認為，對兩水期人工湖要做的補充地下水。枯水期的話，當然地下水位就下降。其實我們現在枯水期的補助的話，會比它的滲進來的還要更多。不過環保團體認為，一片嘅地下水水位將有2到4公尺安測，剩1公尺層面人工湖遠比地下水位還要大，根本冇可能補出地下水，一完全違背業一開始做人工湖為了補出地下水嘅概念。這個大湖當中一開始的選址不是在這個地方，而是在大概美濃的東邊，甚至於這個離港的那個差不多東北邊的一個屬於山頂地區哈。後來就突然跑到另外一個地方，這個地方呢跟原來的想法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因為這個地方啊是一個甚至於有一些地方是湧泉區。一下人工湖先啲會不潛水嘅素材，都係2水期地下水還比人工湖還較高，一條當水設施會冇辦法完全當合地下水佔入人工湖度，根本係一後太漲，同大面積嘅地下水顯出來，個表面係儲地下水嚟用。5月7、8加尾那個人工湖比大太江更嚴重啊！哦，1月10米公尺
等于下坡的水源比全部比这团体，像水管的比这团体嘞，个下坡的地下水又过滤过暗箱的水，伊要来伊安尼落出来，比显出来有氧化，会蒸发，个会污染。整个地下水位已经降到这样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季节，它每一天还是要取水34万吨，每一天还要取水34万吨。那这样子跟抽地下水有什么两样？简单讲，就是开挖一个700公顷的大井在抽水。因为按药，民农居民就少。當人工湖開始運作過後，抗跌民農體內下按豐富的水資源，我無限制比儲強強。CD 企要貼5米8回山村的農業用水，會對民農農業造成動態衝擊。我哋也數據了，也係講岐山、溪竹一片吼，2公尺到4公尺都有水嘅，哦，佢安尼流電下，佢也係比講大太江也好，也係講文人功夫也好，跪下嘅水全部做滾全部會下來，唔係因為民農嗰邊要儲水，咪儲唔到。民農村的鋼鐵的部分呢，還是靠水圳的水啊，要靠地下水啊，要量嘅都比難這位，所以等我民農村農都冇。第一期副區內離港區密度嘅機密，向卡泰曼湖上批評。當地本來就係羅農海、岐山海一條河壩嘅所在，特別遇到落太水，副區內台塘嘅田橋就洋洋。人工湖嘅睇法係講作以來，本來嘅田橋嘅刺防功能就冇睇的，一條副區內裝條天作停電疏開，一下當地嘅地價見太落價，一無人愛買。遐地是要挖緊江湖，遐是咧消耗遐水，排泄遐水。毋過伊若緊江湖，我挖開，阮才着食水，食甲飽。水就袂開走無。無法度，無所在通較走啊，一定愛地價起來啊。啊，這是咪危害人民，啊，佮講迄個財產。水利署3因為，一下既然對做順航排水設施嘅改善工程，故所人工湖嘅開發唔會撥不太水源期變多，電到頭嘅係下一擺配合人工湖嘅開發。很多的天數觀光遊料、老土地的開發。那過去啊，我們做了這個周邊土地的這個開發的規劃，是因為當時核定的計劃，然後經過這個時間將近10年的時間，有不同的意見有發展。那當然有一些的民眾或是大家希望說，好，那既然說我水資源開發出來的話，它又是一個平地的水庫，它對周邊有什麼發展？那這個部分的話，他希望說我們勾勒這個願景。那這個願景的話，我們只是試圖的去做相對應的這個評估，說它有可能怎麼個發展的可能性。他說那個地方觀光哦，那個畫餅啊，那個畫餅在騙人的啦，騙這個地方百姓的。什麼地方觀光？哪個水源區要給人家觀光的？哪個水源區要給人家那個擺攤販的？不可能嘛！環保團體認為，為到此高屏台湖第1期計劃，當年就利用10萬噸的水，而影響湖區內農業的用水、地下的水源，讓人民的生活安全。國部長涂也調切，用來改善當年超過45萬噸漏水的高雄的自來水設施。高雄地區的自來水漏水率相當的高，高達26%，一天的漏水量高達45萬噸。那高屏大湖它第1期只供每天10萬噸，那為什麼不把高屏大湖的預算拿來去改善高雄地區的自來水漏水率？第新一代嘅第2擺嘅環境差異分析嘅會議後，環評委員也認為，加強漚濁水嘅費數，差唔多就係第1期計劃所提供嘅當日10萬噸嘅用水量。在我了解，鳳山應該目前大概可以回收到8萬 CMD 啊，所以在這樣的話，是不是已經這些量，是不是已經可以替代你要開發的10萬噸？啊，是不是可以檢討這些替代的可能？面對外界爭議，水利署過一擺強調，無論係自來水減流，亦係漚濁水費數，甚至係暗流水嘅開發，都係陸續來做。讓高屏台湖唔會相互影響。減漏，還有浮流水的開發，
这都是并行不悖，而也不会被互相排挤的这个既关联的计划。那这个整个的脉络的方案，不管是开源或是节流，甚至辅助从湖流水来截取当备源的水源的设施的计划，都已经纳入我们南部稳定供水计划的这个项下来做实施。不过，民农采体团体认为，水利署应该选择事前较少、对环境冲击较小的替代方案，唔係一開始頭2天一槍車，造成冇辦法改變的危機。整個台灣，尤其南部，人口負成長，農業又負成長，工業又負成長，唔做乜嘅40年，我要見到競爭緊，根本都未批嘅廠理嘛。泰國用的也缺水問題，每一天要用到米農園的果品太好，米農園替代嚟做果品太好就可以解決啦。一個都替代方案啊，咩果品太好，冇多都冇水質。面對果品大戶，應該要做麼？明年前、明年後，官方、民間各講各嘅，就算既然爭議按機會，實係無法停案。因為按樣，民間團體認為，針對果品大戶，應該要召開公民的談政會議，經過法律的談政嘗試，本各方的意見，就做嚟當主要的一個考量。用一种听证的公民审议听证的机制来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辩论，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面对问题，好好的来去看它，来去讨论。经过10年的辩论，果品大戶計劃無因為按樣越講越明白。雖然官方堅強調公正公開、有透明溝通，實係冇辦法講服民眾。面對意見也無方向，做乜嘢唔退一步？先來做爭議較細替代方案，無應該按樣青菜大雙貼、沙飛之言。